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唔講英國嘅英國呢個星期發生咩嘢事。自英國於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後，英歐關係一度陷入低谷。但係2025年5月，英國首相施紀賢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喺倫敦會晤，達成一項被外界形容為脫歐後最大轉向嘅新協議。究竟呢份英歐重設關係協議 UKEU Reset Deal 講咗啲乜，又代表住啲乜？今集同你逐項拆解。第一章，食品與動植物貿易。自脫歐以嚟，英國出口肉類、奶製品、植物產品到歐洲面臨層層檢查，好多中小型農場投訴，紙上工作多得誇張，幾乎要請律師先識報關。而家透過英歐獸醫協議，雙方同意對彼此出口嘅動植物產品進行快速通關，減少臨時檢查點，等於開返條綠色通道，特別有利北愛爾蘭同愛爾蘭之間嘅邊境貨物流通。根據預測，英國食品出口商每年可以節省超過10億英鎊成本。首相施紀賢形容，唔需要返入歐盟，但可以有返一部分歐盟合作便利。第二章，旅遊與個人流動。今次協議其中一項受到旅客歡迎嘅，就係恢復使用歐盟電子通關閘口 e-Gates。以往英國人去西班牙、意大利機場要大排長龍，未來英國護照持有人可再次使用自動閘機，尤其對商務旅客、學生、家庭旅遊大有幫助。另一方面，寵物護照制度亦獲重啟，養狗養貓嘅英國人出遊歐洲唔使再做繁複嘅抗體檢查、健康證明，同脫歐前幾乎一樣。第三章，青年交流計劃。脫歐之後，英國退出咗伊拉斯莫斯計劃 Erasmus， 另一代學生失去咗海外交流機會。今次雙方同意設立青年交流服務 Yes， 容許18到35歲人士喺對方國家逗留最多2年，工作、實習或者學習。雖然唔係全歐盟統一協議，但英國將會同數個國家單獨簽協議，例如法國、德國、西班牙。英國學生將可以重新參與部分歐洲大學暑期課程或者實習，教育界普遍表示歡迎，認為有助提升年輕人嘅國際競爭力。第四章，防務與情報合作。喺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，英國意識到歐洲防務一體化係必要選項。今次協議中，雙方同意英國企業可以參與歐盟未來1500億歐元防衛基金，喺北約框架下推進聯合研發。英國將可重新查閱歐洲刑警組織 Europol 嘅即時資料庫，包括恐怖分子名單、車輛登記、指紋記錄等。換句話講，呢唔只係商業協議，更係一份安全聯盟協議，回應當前地緣政治局勢。第五章，碳交易與氣候政策。英國原本擁有自己獨立碳排放交易制度，但同歐盟市場唔接軌，造成英國企業要多交稅，影響成本。而家雙方將碳市場掛鈎，企業買賣碳權可跨境進行，避免雙重徵稅。根據英國工業聯盟估計，呢項安排可令鋼鐵、航空等重工業每年節省至少8億英鎊。第六章，漁業安排與爭議。最具爭議性嘅部分係英國同意延長歐盟漁船喺英國水域作業至2038年。蘇格蘭漁業界直斥施紀賢賣魚權，認為當年脫歐就係為咗攞返漁權，結果又讓出。不過政府強調會投資3.6億英鎊支持本地漁業現代化，包括新冷凍設施、出口補貼等。施紀賢回應，唔可以一味靠漁權講主權，要睇整體利益。國內外反應總結，工商界歡迎協議，重拾投資信心。教育界認為對年輕人係正面消息。保守派同硬脫派批評協議太接近歐盟，係脫歐騙局。歐盟回應，馮德萊恩表示重建互信，同英國開啟新篇章。今次英國同歐洲重設關係協議唔係一份重返歐盟嘅通行證，但係一份務實合作清單。英國同歐盟選擇以合作代替對抗，用共贏代替強硬，對經濟、旅遊、教育、防務等多方面都可能係一次重要轉捩點。下一步就睇施紀賢政府點樣落實
喺國會同國際之間行一條務實外交之路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唔講英國嘅頻道。下星期我哋再見，拜拜。